母亲噻，谢家明著名评弹演员、评弹研调传人胡国良老师于2013年5月17日因病逝世。胡老师一生为评弹艺术的传承与弘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观众们对他十分的怀念。今天我们再次回顾他生前录制的访谈专辑，以纪念这位为评弹辛苦耕耘一生的先生。母亲噻，谢家明为呀迎红红天边人，数十年岁月匆匆飞日过，这一双膝上美病。好了，是你好。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朝首先呢，要先向你表示祝贺，因为是与你举办一个平台周期，但是流跑唱腔大典刚刚获得自国内唱片界的最高奖——中国金唱片奖。对。这个对于整个平台界，甚至于整个戏曲曲艺界来讲，侪是难能可贵的荣誉。因为平台呢是国家级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还是国家呢对你平台的支持，是吧？那么这个平台呢，就是讲一塌瓜子呢，7届金唱片奖得过3趟，是吧？有蒋老师的，有杨振勇老师，搿趟是第3趟。啊，那么对于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一定要有制作精良的音像制品，才能够真实的、完整的保存下来。对的。哎，那么单单爱靠剧本啊，或者单单靠文字啊，搿个还是不全面的。平台这个流派唱腔大典呢，就是包含了基本上包含了这个各种的流派唱腔，也就是说代表了平台的弹唱艺术。还可以讲，这个一本大典呢，正等于是流派唱腔的7倍上3。应该讲，这个台式流派唱腔作为一份文献，已具有了收藏的价值，也具有了艺术的价值。那么作为艺术品，已具有了拨拉这个听众欣赏的价值。还还具有了拨拉青年演员或者众多的这个票友才可以有一份传承的一个价值。曹老师，你让唱片公司这样的年数，与你比起出版自有几百篇的平台音量资料，对，可以讲是功德无量。跟我搿些辰光还是听自个许多个迟到了、叠片赞同的呀。的确，因为我是平台演员出身的。那么因为身体关系转到唱片公司去，那么还是怪不得平台。虽然我是唱戏曲编曲，那么还要搞粵劇啦，还要搞胡剧了其他的戏曲，但是我最欢喜、最爱还是平台，是的，怪不得。那么当然，我唱片公司里向平台的资料蛮多的，30、40年代啊，老唱片啊，还有50、60年代啊，侪是平台兴旺时期，唱片公司保留了很多平台的资料。那么经过有些资料呢，已经研数常在，那么里向有点毛病呢，我努力抢救出来。搞了大概总有200多篇唱片啊、磁带啊、CD 啊，有些人还有 VCD、DVD 了是，搞了蛮多个。但是我自家演员出身的，现在退休了，这里讲起来呢，我还蛮想上台出去，跟那一样去拍拍马头，但是也身体不允许的那么综合讲起来，难办，有当是还是参加平台演出的。
好了是。咁你这个点观众朋友还希望你能够多多出来演出呀。啊。说到演出呢，我在想了走。最近啦，我辣一个演唱会浪向，听见你只开篇，你唱个《本宅鬼》。是的。搿是我印象深刻。我评啦，欢喜唱年代个了。因为我分享着搿年代个唱腔，你可以弄得这样丰富。所以我觉得搿只《本宅鬼》，我觉得啊，是你70年代年跑搿个那个探索之后的巅峰之作。我讲得太好在。那么搿只开篇呢是第3期的平台之春。组织了一场叫《金鹰合唱》。金鹰合唱。侪是根据京剧艺术改编成为平台节目。对个。那么当时光主办方个王继康院长呢，叫我唱只《文章馆》。那么《文章馆》我走到手里向一看嘛，唱片写得蛮好的。但是蛮难唱的。蛮难唱的。为啥嘛？因为你比较长。是的，这开篇长。晓得。那么语调呢，大家晓得个音乐性不是顶丰富的。你这样唱得啥法子？你平塌塌唱，肯定唱得闷脱的呀。对个呀，还是该说呢。搿只文章馆我欢喜得不得了。是吧？搿2年天迫就来，推就叫侬学着。我蛮好。所以今朝这样个机会呢，而且还向你探见比搿里向个拆开。搿是谈不上的。那么的确呢，一只开篇唱得好呢，对要动脑筋的呀。不能拿得来马上就编曲，搿是勿来。那么要根据里向个内容，根据里向个情节，是吧？里向个神物。那么我看搿只开篇呢，实际上啥？我得了1分3。1分3。第一块呢是技术性的，对吧？那么第2块呢是动情的，出国色的，但是欧子是自家想着爷娘，自家不能过这关，一夜天结把无锡，那搿个是关键。第3段呢也是技术性，那么我重点就摆了当中一段，搿当中一段呢，我动脑筋里向自家唱是稍微动一动。有一组是5字曲，5个字，有一组是3字曲，那么曲调翻得出来。侬唱是全部3字曲，曲调翻不起。那么动一动嘛，里向呢，哎呦，我跟两三个脑筋动作，里向嘛用严老师的神调啊，用严老师的李文调的音色，那么里向扩低音呢，我还摆点京腔的音色，那么听上去呢，是比较有的层次了，有的丰富了。是的。天随飞，哔哩啵哔哩啵哩啵哩哔啵，叭叭听那小驴一把山中菜。我好比山空狗一笼，江龙滚沙滩，鱼儿喷口水，小猪这两半。一日莫走进滩，来。哔哩啵哔哩啵哩啵哩哔啵，叭叭叭叭，啊呀！二了不，欲问四进宫，松松。大船平有宝，牛皮水。
空为壮志，何实为岳飞人下心神，经济敏感活得跟上心绕飞，一日是才人了，对手双手手兵没。发不用马根，壮士登神老年生，那东高公登时面起上心来，反得还有王夫那，他与欧密码同言背，两人东把一进湖，他生之心前背。王夫那迎后上升西大人门口，一家路争取哪一番？偶仔细少女生，今日他靠近沟里原来是么步兵发愁工人心，不忘东家王夫心虚身，谁去风声在问朝归。好了是，那让平台头嘛是年轻人来是个的手，让唱片公司呢乃是资深编辑。但是我记得曾经有一趟联欢会浪向，我还听过你唱歌都胡叫，是的呀，刘志又开讲，哎哟，个王牌味道用是用得不得了，搿是也谈不上。所以我从此一直浪怀疑，你还是从前先唱歌胡叫了，后头来要么半路出家学识世界。不是先唱歌胡脚，但是我从小看胡脚长大的。哦。我还记得蛮清爽了，我那个辰光只有6、7岁也不晓得，看黄半生的刘志，碧龙王前。哦，碧龙王前。没几岁啊，口子一闭完，嘴来一半背得出来。哟。自唱，我来恭喜侬，侪背出来，都蛮爱个。那么所以呢，这个胡脚呢，我蛮欢喜唱。那么呢，我跟你讲呢，刘志远考讲，我考上海平台头啊。哎。就是刘志远考讲考进去的。哦，为啥故事了？1960年。哎。上海文艺界第一招生啊！招生嘛，我报纸上看见了。那么我屋里向呢，阿姐是胡脚头的演员，这个跟我们唱方言话剧。那么还有阿拉娘呢，还有包括其他的阿哥子，一家门侪欢喜平台。哎呀，这个文艺之交长的位。欢喜平台。那么等到60年看见报纸上上海平台头招生嘛，搿机会我也放弃。我还去考了。去考嘛，我的班主任讲。
我讲我要学堂里开张介绍信，我去报名去。我说不来。不来啊？平台都已经来招生招过噻。哦，招生做到学堂里头招个。哦，招过噻。哎，你读这初中生，我搿些辰光已经高一读脱了，要升高二的。哦。差零的啦。哦，搿是不领得住啊？搿是我一同老师啊。搿哪办法呢？搿我不要去考，我欢喜哇。欢喜嘛，我讲你让我试试看。试试看。为好啊，班主任平台面啊。哦，班主任带着平台面。欢喜平台，搿些辰光1930年、59年、60年，搿辰光平台兴旺。对个。教育界是发烧老师侪欢喜听平台。是个。哎，那么伊讲我等来教导主任搿搭去讲看，海学堂里上教导去。哦。那么领我到教导处。哎。教导处嘛是搿两句闲话呀，不来管，你都来照顾着我。哎，你读高中生别管。我试试看，你欢喜平台个。教导主任也欢喜平台个。好，欢喜平台个。哦。开绿灯呀。试试看，一张教导信一开门我自家特需呀，稀缺呀，你想报名，马上就考，帮我报了呀。那么我跑得去嘛，杨炳辉老师、杨振林老师，两个老前辈。那么我还会唱，我唱是会唱的。会唱个劲。弹不会弹。哦，不会弹。那么杨炳辉先生嘛，等我弹一次，我记得唱只这样的。哦，唱这样的。搿只这样的60年代个蒋玉是百花采春，搿只新开篇。那么唱好，拿回转去吧。等通知啊！哦，等通知。等通知啊！当然不讲，拿录取再发录取。对个。等通知，我嘛不晓得呢。等到回到来第2年就来通知啊！哦，第2年来了。第2年来通知，叫我到上海人民平台这个新辰光辣延安路，辣延安路，儿童剧团场边浪向。那么去复试。哦，去复试，通知来复试。哎，通知复试，那么去复试，开心啊！那么是朱家生老师、周永才老师，还有胡团长胡宗水，胡团长辣海3个主客，那么交关青年侪辣海，石伟军了、吕永成了，反正沈若英、沈伟成老师一批侪辣海。那么呢，平台唱了，唱支四句给我唱的。唱支是别人唱的。那吉他们也会唱。跟我张碟也会唱。唱四句张碟。再留下来，那吉他戏也会唱，我会唱胡节。来唱看。那么唱胡节，唱胡节嘛，类似于客家。这个唱，类似于客家，一直帮我唱完呀，你到不海我停下来。我听得米蛋用了嘿。那么留下来，拿做看，啥个飘飘大水从天降了时，那我做不来。我做看了。做不来，做不来嘛，拿留来哈，拿一个出去，让我一个考生来看，拿登了啊，闭嘴，还能闭嘴。那么等到一个考嘛，全部摆脱。再叫我进去，那再唱段胡节，我也唱段胡节，我要唱段胡节啥个道理呢？刚刚我辣唱胡节的辰光呢，胡宗水团长呢有事体出去了，分听见，再叫胡团长来听听看，那么我再唱段胡节，唱段胡节嘛，那么拿回转去吧，等通知，那么我辛辛苦苦40块在平台店我吃过唱胡节，稀缺也要理一招生，胡节都也招生呀，还会得弄到胡节头去了。搿是我还是欢喜平台的，欢喜平台的。那么隔脱从过礼拜嘛，通知来6期在上海人民平台的学馆，我有我开心得来需要发电的。好老师，你都是上海平台头睡觉学馆的学员，睡觉。所以你都侪讲的，是你都一批是闹市吃的最中一批。是呀，那是这样的，搿些辰光对两年来讲，侪是黄金时代呀。是吧？那么。搿些辰光，平台是兴旺时期。那么你进去呢，搿个教研组成员硬得不得了。刘天云。刘天云。朱家生。崔小琴。杨振林。杨炳辉。教研组组长是周云来。周云来。那么呢，就这样，搿些辰光，你搿批学员进去呢，有的是小得了只有13、14岁，小学5年级。那么大的呢，23，那么已经读高中了，沈世华啊，那么后来个江兆坤、周家安搿点侪是属于小的，侪小的。那么现在呢，就像50几年代，50年下来嘛，现在侪是有个么70岁噻，有个么是奔7噻，顶起码也要63岁的。是个。是啊，那么今年50周年。大
家以外呢，的确是蛮开心的事情。好了是，你让我看上海平台头之前，你已经会唱谁呀？我听说这个辰光，你是最远在那四个调头，你已经唱得相当嗨子。不是相当嗨，特别欢喜。欢喜的。我们的欢喜呢，欢喜这样的，这样那是欢喜张的。那么特别欢喜最那四个调头，好听。那么这些辰光呢，一直自家也哼的。那么我记得蛮清爽的，你进平台头学过后半年一学期了，一学期下来呢，老师呢组织一场汇报演出，要演出的，要演出的，要演出呢，侪是请点家长，不是公开买票的。那么我就唱黄母子讲呀，黄母子讲第一趟上台呀，胆子小了，吓得来心别跳嘛，眼睛不看过观众呀，实体看的呀，实体看的，从头到尾部全部实体的，分下来学。那么朱家生老师等到我下来子嘛，你讲我过来啊，你搿句么是，你第一句嘛天上随云飞波地，根本上天上可以。那连下来哪一直不下来，才往天个讲。那么我想不了，我不够可以，一看才忘记脱个上，紧张，第一次上的音量特别深。天上随云飞波地，一种老泪湿衣襟，这白茫茫一片东流水，江边过去的故问，现在呀乡里一如斗转能下身，心人等候更温温。十指环家伙儿家谁同意了上衣写下半生魂，谁知你清晨衣裳早有死，傍日头将一名亲，问灵儿缥缈个语明，真是完美一路青梅路，当将我不发苍意，你们的身来掉你青丝红粉的少年身。好了是，我们其实当时你实在欢喜最近在那是个唱腔嘛，咁你最后那一份继续忙这个最近在唱腔里发展呢？那么搿些辰光呢，你呢为子学苏州闲话呢，所以全部到苏州平遥，差到里到同学宿舍里向，因为你在上海人啊，对个对个，苏州闲话办不走呀，对个。那么呢，周老师也去了呀，周老师为苏州平遥的教练做组长呢。一道去的。哎嘛，你们一道去的，一道去嘛，早浪向起来单嗓子了。是个是个。单嗓子嘛，我仍旧唱周老师的调。
千里迢迢真是难得的，人要唱呀。那不唱嘛，是吃了最了是说说话头。啊，你听见的？听见的。你听见子嘛？搿些辰光你不晓得了卡面呢，不晓得了生牙齿。一摘了，蛮摘个。叫我上去。哦，喊你上去。喊我上去到厕所里向，我觉得清爽得不得了。伊讲过来，你这浪向吊嗓子呢，你非唱歌调调。非唱歌调调。非唱歌调调。因为你年纪轻，嗓子哈。音量高了，音还是高了。那么伊讲我呢，大嗓子不灵的。对吧？粗嗓子，那么曲调嘛还是比较平的。吊嗓子唱歌调调你调不出来。哦。你应该用这样的。啊，那么我来讲呢，我等你开始实际一句一句讲呢，咁么讲过啥？讲过音唱琴。大空浪向不长啊，你打基本功的辰光到这样的风格，就是 C 调、E 调。这样的嘛，在大家欢喜唱嘛，也是课余辰光唱。那么你继续讲，音差强。那么到后头来全部改完之后呢，到苏州平遥学堂开练歌会啦，那么你多也唱，你也唱，那么我就唱这音差强。水动风凉，下石山。那么等到有时来，等到64年的辰光，青年队排中篇呢，排陈阳马上呢，我就唱蒋老师的2回戏。第2回、第3回，那忙中节关啊、会议啊，就唱的，那么就一直唱这样的。所以你唱到眼睛中，所以当时你读学的辰光呢，实际上第那是前辈名将为谁了啦？能够亲自得到你读个指点啊，搿几乎幸福了还。搿倒是的，所以讲哪是吃得早，就是搿些辰光的艺术家，侪是黄金时期辰光，精力充沛的辰光。那么你当辰光在看这个，那么再加自家要学呢，老师才肯教的。那么到70年代末个辰光呢，领导浪向叫我学上片读音。搿么等于蒋老师个么子呀？搿么我蒋老师搭套教得蛮多个。啊，经常到蒋老师搭屋里向去。啊，那么里面一直一句讲我非遗即白。那么主要呢就是讲里向有交关方法，演唱要唱出味道，一定要有方法。那么呢，只有搿点么子基础，你要教你方法的，我是哪个？韵腔哪韵？发音部位辣辣偌大啊？那么里向个节奏板眼，搿里向名堂多了。那么你讲我呢，大人家一句句教，对吧？德音雅方一句句教，而且你教呢，我是蛮清爽。你觉着管过唱片以后，你有种地方为了懂，这个有感动，有感动，有觉着当时光搿搭会发够，或者是弄错脱个，唱得发哈个地方。为的，所以我是蛮感动的。关公奉命带进兵。小道士挑选百名，孔明在他领营。作风一起去，世道君呀，此往上杀，莫开轻。
妹，他是执法精通，不问你不能轻敌要虑神。当时把炮得引起，马不停的声音打那一踢，一地上军。围攻他西至老杨林，日天英勇望海生，叶公儿好似蛟龙，张车水，一公儿雨水梦后下山林，他们二人杀得真风生悲，西沙离体与众生君，君他是用头刀戟，老将军节奔不了马，细细与他分享生。魏公令他压马容来至，到来早终于再开兵，老将他须开弓，求不赢，也几分把所人那孩子下令把王宗在问，
把天明。好老师，哎，你现在大家侪晓得，你是你现在呢是个关门弟子，年跑受人。但是我晓得当时你刚刚开始学长篇的辰光，不是跟你来学的。是的。嗯。搿些辰光呢，你上2年的基本功上大课，哎，那么等到62年呢，要跟师的，主要要学长篇的，那么领导浪向呢，当时光还有一个主要的一个三个一个宗旨，那呢，先拿6年生的书要继承下来，啊，那么那叫我。跟杨炳奎学大红包，那么我觉着也蛮开心，大红包是我当然蛮欢喜的，啊，那么杨炳奎老师呢，相当和蔼可亲的，一点点没架子的。那么我举个例子呢，你当时辰光跟书之前，那么你经常要到农村里向去，现辰光到农村里向去，开门办药，是到这个贫下中农搭去。那么家了农民的房子，一只客堂间，一只客堂间嘛，4只高低床。那么你的几个老师呢是在一道的，那么地方小呀，去了4个老师，下头4个老师，刘天云、周云才、杨炳奎，还有个大概朱教授，你8个男同学，4个大4个小，上头2个人困一只床，下头么4个老师，上头8个学生子，那么杨炳奎老师放小头噻，小了呀，搿些辰光有种时13、14岁，夜里向不要上书抄。上次这个书递下来的，我冰块要养脱个，要养冰块，要冰块养脱个，还是伊哈哈大笑。所以个老师呢，下去清。那么你搿些辰光跟你呢，搿些辰光因为不像现在，老师个书侪辣肚皮里个，没本子不难个，没本子个，哎，没本子个。那么而且呢，又没录音，还没录音，啊，更加录像是更加没了。那么就靠那自己。那么有点哈，你搿些辰光平台侪叫拍子啊，那叫拍子呢，就是侬蹲辣下头看老师个表现。对个，是看了。一方面记书，侬出儿要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老师个角色，对吧？角色表情、睡眠，搿点物事等于拍子侪拍着个。对个。那么你学个辰光的确蛮艰苦，那么是一档书了，那么听子书呢，现在在上海听书呢，就是不坐车子个。有左右2家头1面走，1面对书，上手对上手，下手对下手。上个。那么字么在住辣平台头里向，那么住辣平台头，导致平台头么就肯定没下来。写下来。写下来么，到第2遍么再补充进去。那么现在光年纪轻，天生黑呀，3遍下来嘛，不久不离十，基本上像大概80%基本上有在。那么再一面听嘛，再补充啊，那么到有时候嘛，半年以后嘛，自家就能够实在。哎，老相公，说叫小主过来。一龙望正搿点古道浪向了，过来嘛预备接三柱。海虹州女的，阿姨说今朝吃一吃，一只三柱才不，搿么回出去好做大肉菜。忙到门前一看嘛，嘿嘿，开心啊！实头一只三柱也不呀。老相公啊，你要从三柱到一张不娘。再往前走。啊，在望正前头举子一头嘛，老相公啊，你看呀，神君不啊？好，哎，老相公啊，辰光差不多咋？见望正嘛就追了，三柱嘛一张不动柱嘛到开脱在，到阿模样肚子跌跟动，两腿发着讲。大人想今朝能够不吃的，上月付出来这样，南北接着三柱的肩负着个。同儿啊，我们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啊！那么老相公，我可哎呀，最大声追吧！知道以后啊！哦哟，人都是追不动了，还难受力气大实在。你忙等我咋讲我最大声追啊？学得多易会走啊！人啊会偷走，也没办法，关闸追嘛只能追。再忙就门前追子一头嘛，吃子自杀亏着，门前不笼着，忙出去后面开阔，清清爽爽。一只三柱还不，来相公啊，来看呐，神居只三柱还不娘，
带我开来。来看下子吧。姥姥踏上一步，日子两根左手对门前一看吧，呀，空荡荡一只小树在发口气，不样啥，只要给他们小树嘛，肩不上围住去嘛，骨树开脱，那真个讨厌噻。不过姥姥再一想嘛，是讲围住去手指头树，再讲半路浪向碰着小树。再好第二个用，对，等会儿。哎，老三公，委屈委屈，委屈啊，罗大侠，为了你去受自己的骨肉啊！哦，三姑小树肩不那么围住去受骨肉噻。我是开心啊！哎呀呀，老三公，格莱么唔洗手啊，格莱么唔洗手啊！怎样啊？哎呀，凭良心讲，人都是在乎洗手蟹肉呢。那你在蟹肉不么只好骨肉隆隆走啊？是啊，这个动物也去呀，发掉在乎洗蟹肉不动物还去弄了呀。不晓得海虹啊，那非要掉，不掉事体唔不，一掉僵脱。小肉雨后了嘿，所以那旁边黄洞里向小帮队里向同时我都不停好一只小肉，这个树老人看了同时浪向登真都上游着，现在一看两家都要围住去嘛，有劲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奔过来，老相公哎，妹妹叫嘴哎，还是要叫小肉啊！姥姥听见声音，随定身躯，回过头来一看嘛，奔过来一个人。你是何人啊？老相公啊，我是要肉个呀。哦，你的手在哪里 ？no， 老相公，你看呐，都是我的顶好一张黄金拉皮个小块肉，就是我个呀。那么姥姥依着你指个方向对旁边一看不，果然顶好一张黄金拉皮个小块肉，出光随身来得个灵。那么刚刚姥姥不是看过吗？哪份看见呢？刚刚姥姥忙从大屋里向看，分支旁边黄洞像小帮队里家同事我都顶好了嘿。现在一看么开心啊！我们要到苏州，你去不去呀？哎呀，老相公啊，苏州去个呀！好，等会儿，你是在是小肉？哥嘛，小肉预料，下肉吧。好了是。哎。那么那跟杨冰块呢是最好子糖吧？那么虽然哪一位做到泥地浪向去的呢？这个也是个偶然机会哦。70年代后半期，那么据说陈云老首长呢，要到上海来听上平台。那么上海人民平台团呢，要组织一台流派演唱会。要拨老首长看。搿些辰光，杨振勇、张建定、徐立新、朱灿庆的老前辈回辣海了呀。那么排来排去呢，都是泥调没人唱，因为女生老师请生病了，不好唱。那么哪办法呢？那么还是泥调呢，还是上海平台团个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咯。对。没人唱。那么搿些辰光，张建国老师，等一个演出来。那么我除脱这样调了。还有搿个周老师个条件呢，我泥调有哪也要唱的。我辣后台呢，经常阿拉上次叫问心，今朝啥话了海，那么唱一声上台为生主，要唱的。那么你听听，唱得蛮好。那么去得下头长讲呢，红国人会得唱泥调，唱得可以的。搿么就让你唱泥调，唱只新的1厘米。1厘米。结果呢，搿台节目呢，摆到西藏市场去公演的。搿个辰光观众是开心得来。搿点呢，你是叫上月份看见的。对个。所以还一票难求，等退票的人是不得了。那么我唱1厘米。观众也奇怪了，从来分听见胡国良唱泥调。不要讲观众了，
平台头里向搿点同事啊，听见也是啊个。对个对个。说明我唱个辰光，旁边台旁边轰着呀，等到摆一句唱脱么下头，满堂在呀，轰着，轰着呀。那么留下来那个点同志呢，等哎呦，拿十年唱你的，拿声音的你那是像个，比那唱这样的呢，那个嗓子呢更接近你了是。我也哈。要记得领导浪向去讲的。那么领导浪向呢，就是根据团里向的安排呢，好像唱这样调人多呀，唱二调人少而已。年三定又没学生子，那么就叫我跟年三定学杨乃武唱二调，往正搿条路上发展。那么有领导浪向，当时个副队长叫王忠文，拿我领到年三定屋里向，那么是跟年三定老师学杨乃武。米啥世纪一粒米，那手上都是铁。大不空相手送狗食。一粒米个当中遇到的里，那副样看清一粒米，无法挪把手部来手指细。有一位老兵农想出一个好主意，为粮食年轻一代珍惜一粒米，拿出一两米加些绳子，当我一粒一粒来数仔细。宫中是2938不一手红送车子个大问题，我你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去妹妹，他是每人每天这样一粒米，我在每人每天浪费一粒米，一斤一尺手麻都得来想想去。一天就是65980斤，一年收起来2408万多斤米。本来5000人的共产党口粮吃，而且是你唯独一些。倘若本来农村里一个生产下的当口粮吃，哎呀，几乎你家去屋里，一共好500年，阿爹吃的绳子手里，绳子个绳子在吃下去，还不人吃人啊一粒米，那是20几来不稀奇。倘若这个人民里
拿来马机器1厘米，蛤蟆1000多的水风啊，拖拉机，那是洗起来不洗机。一滴一滴是为神东海宽，一粒一粒数带得像他身心。我你每人每天这样一粒米，可以带得长空赶来把云地。为了实现四公一的话，也看大家吃之一1厘米，还能解决多问题。机关看经济，解决非浪费。滴滴后知1厘米，1厘米。现在呢是个不一样，那部是教育无线，这个部是不过学起来嘛，没啥便当啊。因为范围有录音的，那么我模仿你的声调，模仿你的唱腔，先从这个1位是10岁。心儿才来。人为生勇敢，大家共生把家为。好了是，跟你现在呢是个不一样，那部是教育无线，这个一部是不过学起来嘛，没啥便当啊。对，为啥呢？因为我跟你的辰光呢，你一个已经生毛病，身体不好，不能演出，不能演出最近，也不能干难，本子有的，脚本得有的，脚本有的，脚本有么头里向呢蛮支持的，你脚本关照头里向行政人员帮我出。因为伊原始本呢蛮珍贵的，那么是保存了资料室里的，那么就抄字拨我，那么这个本子呢，我拿到这里看没法适，为啥呢？几十年当中，你不断的加工，不断的丰富，得你个演出的本子呢，已经是完全2桩事体了。对个，从你来先生哈就哈了个中上货，不断的不断的丰富，不断的加工，不断的发展。你来啥不一样子？不一样子。那么呢，师母哈了。师母。师母帮忙噻。那么等位师兄师姐全部打招呼。那么这些辰光呢，朱一鸣啊，王荣军啊，包括陈立明啊，周志明啊，侪辣马头浪向。那么关照，国亮要学杨乃武。跟先生学杨乃武，现在要听那书，那要不你听。这个师母关照嘛，你得绝话。从前辰光啊，讲中代的听书是蛮忌讳的呀，是一般不让人家听的呀。你能够听是上点人的杨乃武不容易。那么我们呢，基本上像本子老好呢，我开头呢，根本我要学二派嘛，要20定的音质，我搿些辰光20定上片分听上去。对个。是啦。那么呢，先从1位是10岁，到香港去录音为翻案。1位翻案有录音的。那么我模仿你的声调，模仿你的唱腔，先从这个1位是10岁，那么这次演出，
伊出到阳光蛮行，伊搿些辰光出去寻位出，我就侬会反而会责止伊出。那么我上篇呢，我也是勿是从团长开始，我从廊会开始，从廊会到密室一位排下来。搿些辰光搭最知名越做，最知名的是杨乃武，说到廊会是今朝杨武场。我是廊会。廊会下来，你再走上去，侬当我排出来，我再走上去，这样的，因为我也是一边是堂屋嘛。那么你那说杨乃武放下来，放到这个辰光嘛，我上去做。伊还是传承了一些平台的书目啊，像这个大红袍啊，像杨乃武啊，同时呢，伊自家兴趣也比较欢喜呢，对年轻人的流派唱腔也是比较有研究的，所以现在可以说胡国良唱的原调还是得到了年轻人的这个正宗的这个精髓和传承。师妹，你可记得我们当初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儿？师妹呀，曾记得当年没有在三更，至今就在耳边声。我们带去将来同时死，用的金色顶山门。当初辰光，他讲过这样一句闲话：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为啥也还不够？你死死，我难过；我死死，你伤心。那么喏，你两家都一台死，嘿嘿，牙齿风毒个呀！实力把你讲上，台灯来走，帮扶迎上，5时3刻落头抛响，归头倒下，2颗人头同时落地呀！明日迎上相守节。我们王寿一手一动人，但因人送走下家丁。虽然明知杀头，我一点点不有。为啥？为你收买而死，使得心甘情愿。这家牡丹花相思。官也甘心，我们狼人与马是谁生？搿老魏的密室相会，搿是全部当中侪是唱功书啊！是呀，侪是唱片呀。搿江山拿起来，发下来搿。那么我肚皮里向燃料的火是不大呀？不大，因为你来这个录音实在太少了。录音不个。上片没录音，只有几位只字。那么我根子了是红，就是教你呢，就是里向学会了交关方法。我刚才我讲了呀，不单单是就是讲这个唱腔，顶要紧要方法。啊，所以陈建国不是讲过，蒋老师这里讲，不是拨你一杯布。拨你一只布机，有只布机可以一片片布织出来。对个。那么我也是搿能样，因为蒋老师讲过方法。那么我研究这样的原料，搿个唱法里向完全不同。流派要唱出味道，先要掌握你的唱法。你要用一种唱法掌握这种流派，唱出来一只味道。对个。哎，这样的有人性。你的有弹性，一身上台为生主，有的都有弹性出来。侬这个方法唱这样的不来，这样的方法唱你的也不来。而且我听蒋老师上课辰光讲过，
你自家唱腔不够，你可以用其他流派里向借过来用，画到你的腔里向去。包括地方戏曲，包括北方曲艺，你侪可以借用。所以呢，我就是讲我自家也是里向呢，最老是对我欢喜的，我最老是个腔把地进去，对吧？张九龄我也欢喜的，张九龄的腔把地进去，包括徐继亮的腔我也把地进去。但是侬切记，不是生搬硬塌，要画，用艺疗的唱法，对吧？韵腔搿个特点，那么包括外事的特有的方法，那么侬特点腔画进去。你随时看倪老师很少的机会录音，不仅倪老师分彩的辰光，你会看见过，等于凭搿个想象，再拿搿个诗弄下来以后，一回一回。所以我让胡伯良啊，180现在唱年代，辣倪秀玲老师的年代上头也有所发展，不是拘泥于倪老师一成不变。秀妹，快去进来吧。哎，杨乃武一看啊，三把才听见搿两句闲话，面色辣辣我脑子底上。两条手放脱，都是小脚辣辣移动着呀，搿么美好。来，秀妹，快过来啊！再对小白菜一看，倒是来杀伤头的，不纠缠。好像想到啥个事体，眼睛对我一口一不动的。哎呀！哪有不懂的？急呀！你看他一岁岁，美腾腾，又是假又是真，十分可怜十分精。倘若对个大天命人，刑部大人也枉费心。好老师，可我记得我第一次听那个唱啊，还是我小辰光了，辣广播电台里向听见你带于水平老师唱的单唱开篇半女丫头。那么蛮巧的，于水平老师呢是我小辰光3年功平台办好平台的启蒙老师。哦。搿辰光我刚刚好平台了，还会不懂了，随之觉得好听。那么搿只开篇呢，就是一只半女丫头呢，是我跟倪三林老师学艺疗以后第一只弄的开篇。我自家弄的。哎呀，过去没在模仿倪老师唱的了，我自家弄的。为啥要弄呢？因为我觉着倪老师留下来的开篇啊，大多数侪是白话开篇或者事实性开篇。是吧？那么侬1厘米，3面是近个白话开篇。那么事实性开篇，人民大把地代人，是吧？那么林则徐，咱各种开篇，包括传统的青衣了、梁祝了，侪是随时，没动感情的不是，所以讲桩事体。哎呀，那么我想跟倪三林老师个密室相会，大头的唱，就好听的了，好听的。那么俺家侪是感情老强烈的了，那么可以弄开篇了，那么我就选了搿个半女丫头，作为自家的思念的，但是当辰光半女丫头搿只开篇，其他流派已经交关人唱过了。是呀。像史立贤的朱伟珍老师也唱过个。对个。还有余伟川的史立贤都唱过个。为诸葛亮、朱水人、郭炳乾都唱过个。各个流派基本上侪有个。唱过个。侪有个，鼎鼎有名的蒋老师、蒋友仁和杨振宁。对个。因为换唱片。换唱片，搿当辰光是流行得不得了了。龙洞。不懂平台人才得龙洞。你到弄堂里向去，种平台不听的，弄懂，侪晓得，侪晓得，呀，所以当辰光呢，也是有点冒险的。人家10人呢，那个艺疗班的丫头。是呀，搿辰光男外家年纪还轻了呀，是吧？还只有30多岁。30多岁。那么我得于三明还是我下岁了，那么你拼当成杨乃武，那么你唱歌蛮好，特别是唱语调，那么我得你讲你弄只班女丫头。
拿弄鱼条，但是那个鱼条要有泥石林的小双子的味道的。你那是小羊条，还是搿个里向有的这种因素，那要搿个加进去了。那么保持一种泥条的风格。对个。那么我弄嘛，拿单单弄种1厘米的窗腔弄进去不来个。民兵大坝地带那个窗腔弄进去不来，那么里向要动脑筋，要有一种意境要唱出来。那么感情要唱出来。那么我刚刚我也讲了，那么就要拿其他流派里向的唱腔因素加进来，是吧？加进来，来，轻敲铜管，叮当响。那么轻敲铜管这个四句么4个字呢，倪三林老师是没的。那么我啥地方来的呢？我是从西天江的强调里向来的。轻敲铜管，叮当咚当啷当滴，哒哩哒啦滴哒。强调。那么拿得来摆到泥条里向去，是吧？那么听听呢，就下头句3个字是泥条。那么上头呢有新腔的，人家只晓得新腔，不晓得强调。那么包括张调我也用进去了。七岁的钟声，那么这个头浪7岁呢是张调里向画得来，是吧？那么就搿能几只流派夹了一道，就根据人物的感情的需要，根据我自家嗓音的特点，那么再讲根据自家的艺术审美观，搿种物事摆了一道，搿只开篇凭良心讲，欢喜人倒蛮多。那么我去唱拨倪老师听了呀。搿些辰光，倪老师因为辣场浪向已经这个，那么我到前面两家就赶到倪老师屋里向去。我倪老师。我唱只开篇拨你听听，白女丫头，两家头搭作架子唱拨倪老师听，倪老师蛮开心啊。闲话是讲，都没这段小吃。好。隆咚，海龙接人。月色迷蒙，月头弯，一阵阵朔风吹着光，轰咚咚，大鼓有力，冷清清。8月一路花季走，脚步轻易无言。他一勾身，一盏灯。匆匆跟随门，孤单单多是大相顾，去看那林
生。那么搿只半月丫头呢是呢自家弄的第一张年历开篇。对个。但是我晓得后头来呢，第一张出版的年历开篇不是搿只，是刘墉一封。对个。搿只开篇呢是苏州一个余仲全先生写的。苏州园林做桥。写成绩扎个嘞。那么高本我就是只刘墉。那么搿个刘墉的开篇呢？是拿到手里向一看嘛，写得蛮好个。但是搿种开篇不好唱。是不好唱，我晓得，因为我也唱过，就是要精致的开篇。搿唱是都难记。你没情节，没人物，里向没感情起伏，你记也记不来。当然，你这开篇也有特点的，你个平仄特别调。蛮通顺，而且蛮好，那平仄调和啦。咁么唱起来呢，这个曲调呢又比较好弄。这个再眼睛一点，你平仄不调的片子啊，你唱腔包不平的，你唱不下来。那么我里向呢，就是讲有种物事自家有动脑筋，还要一个继承一个创新。呀，特别辣扮演浪向啊，那么增加上节日浪向，咁么自家动脑筋啊。大花红，芳草落雨，搿种小板，你听听没个？李老师不用啊，对对风味吧，那么生生不息去。大花红，芳草落雨，对对风味吧。所以当辰光听下来，搿只刘墉哪能？余仲全先生也蛮欣赏的，伊讲拿只开篇我弄得蛮开心的，蛮爱听的。那么苏州还有一个听众，这个写信给我，伊讲拿只刘墉唱得实在好，基层好，发展更好。因为搿只园林呢，你本身比较朴实，是高山，你乱唱，一步一景。比较没啥个画面感么事，而年代呢就能够比较能够很确切的能力反映出来。听众听了之后呢，觉得很舒服。几问去杀金龙人，临在故里一封信，有一层楼遮风。已有风光做岁岁的农家繁忙岁，邻里社儿应声住。王的跨栏，小雨点风，
好年代开始的80年代初，搿个一个辰光是呢对年跑艺术探索的一个新的阶段。我晓得搿辰光呢，参加编译了发射个中篇，外加厂子发射新的开篇了。倒是个。那么当辰光呢，一只唐主任沈高明呢是复排的，根本是我和倪老师的。倪老师当辰光第2位，搿我也是第2位。那么得朱三金，朱三金也是原来第一班当中也是第2位。那么当辰光石美军也是倪三林、朱三金3家头。那么你搿些辰光呢是朱三金、薛伟军、我3个人，还有张建国、吴敬之老师。那么搿个是学倪老师的，因为看上没看上，就听伊个录音。那么再加朱三林当时光跟倪老师同台演出的，那么再好教我，当时光哪能演的，所以搿只物事演半年，全部看完了，哦，生意好得不得了，包括到苏州、无锡、常州老啥新会演出。那么后来呢，就是再排一只呢，就是讲是真情假意。那么我呢，搿个是也是唱念调。还是唱念调的，那么整个中篇里向呢，就是讲，也就是我一段念调。那么搿些辰光呢，是我得余三平一档，周家有得沈思华一档，还有华士亭或者石文来，那么一道演的，演没得徐梦丹创作人员一道，阿拉出去巡回演出来，一面演一面改，一面演一面改，我到现在的效果也好得不得了。默默相视，风一雨，一个红光，一个金，一个嘛里通红，一个最美心。吃两声，他们胸中在做什么哈戏？除脱中篇之外呢，当辰光搞了不少新的念调开篇了。那我记得搿个辰光嘛，有一只这个叫茅台丽影，勇断强渡。还有一只婚事新版，这婚事新版在余三明单唱的，唱词也是我自家写的。还有一只辣椒船十档，也是电台里向录音的。那么基本上有点年派陈调的唱腔。那么当辰光有搿个几只物事呢，有2只呢，我也蛮欢喜。有种听众也记得个，哎呀，吴老师呢，当辰光有只勇断强渡来，听倒蛮好听的。才来人为生勇根，大家共生把家为。他的腥风采染感云诗，也得铃声在响悲。今天他为家楼沟后家丁，人人凉风破面吹，只觉得神清气爽，胸襟开。见那外地灯红光世上，气得声声而不来，正是所谓之意哈江山。
接人满位，上前走。一声皮浪西万喂，忽如间耳部一声吼，慢点走啊！此名前头将他为三个刮到边上来，原来是流氓英雄抢袭三。小生想到了发起座位里向，哪允许挖人石岗猖狂？我要带你到坚决斗争啊！所以他们身不慌，心不寒，换酒不断用飞万。一牛气，一脚来，小生看见你家沟里面眼花水花，唰，努力夹扎了猛中上的，砰一杯，这个强动，啪一个跌到地上，哎呦哇！哪有灯是搞出来？谁家山中谁为知行香？万里江山披荆水，应是空气下，西京繁花满。我一头立后在心头，工作不知以后去，为此话别有神人，心里满千金送对啊七真是阳光与楼生机上，老是头子落雨江水去花没不生水。前期是干劲十足，事业还是蒸蒸日上的辰光。哪会得突然之间离开书台，又转到唱片公司的呢？转到唱片公司呢，主要是为了身体。哦。搿些辰光是马头浪向演出的辰光呢，突然心脏发适宜，那么到医院里向去一看，心电图一做呢，毛病蛮多。那么医生呢，就是劝我呢，拿搿病单不来。拿马头浪向，因为那个心脏呢，就是讲，那不要激动，不激动。台浪向演员一定要激动的。是个。而且动感情的也哪好不激动？再讲当时光你演出蛮不像现在报啥150场的事，你搿些辰光240。对个。没办法呀，我搿么哪要活命要紧呀？那么正好呢，就是唱片公司私下人，辣这边请。
葛么我就去了。但是我晓得你心里向是会不舍得搿只时代的嘞。不舍得，我欢喜平台个呀。所以你一有机会还是能够上台为广大听众演出的。那团浪向几年是拉实做编辑个。我基本上分参加一次。那么后头来哪会得这个呢？那主要就是1991年，特大洪水。特大洪水呢，这个组织一场那个赈灾义演，就是讲江浙沪平台名家赈灾义演，开头也问我的，搿个剪刀是蛮硬哦。黄百英、高美玲、沈世华、徐若瑄一位女心庭。那么杨振宇、于永是一位苗金华。周建平、张建国一位那个林志文。一位吴君玉。世侯。那么还有一对尹双党，尹双党杨乃武。不晓得尹义春呢，发高烧。8号日不能来演出。根本哪办法呢？搿尹义之提出来，搿么胡国良说杨乃武嘛，等我拼一道呢。就上呢。那么喏，搿个当时辰光组织在搿平台国际票嘛个头发龙，修到我屋里。来看看，我不晓得我也困辣床上去。侬搿夜里向辣辣挂急诊了，这个对急啊，对脑炎急性发作嘛，哎呀痛得来不得了。那么调医师个也现在休息了。第2日要演出个，跟我讲我现在拍落胸部啊，我搿副腔调闲话讲勿动了。那么这样就去，那么第2日天派车子来接我，派车子来接我嘛，葛么我现在9场是9号嘛只好去了。那么到平台就得尹义之排戏，葛么得是密室相会，一个是密室相会，葛么密室相会我讲难得尹义春是唱江语调的呀，是啦，葛么蛮出去的呀，跟我讲我会唱二调的，你搿个密室相会不唱二调不来的，我讲看你现在那是啥子，那二调不唱，不要把那二师傅讲。那么，侬跟来哇，你哪唱嘛，我哪跟哇？葛么尹义知道底来是个，临时缺条再改脱，葛么等我牌子2边嘛，夜里向来新大选上，上么陈旭老师拨马呀，也讲到尹义春嘛发高烧不能来，那么洪国良嘛好像这个电脑一发作，葛么也不能来，葛么哪办法呢？葛么洪国良9场是9号，今朝来演出下头哇满堂彩呀，对不啦？葛么我心里想也拨我一个力量了。葛么一个听众呢会不忘记我，对吧？我离开要离开，也要离开8年了。我83年离开的，到91年已经8年了。葛么听众分，那么搿日子唱片的效果来得个好呀。一段唱里向做30趟，当中往里8岁，葛么的确是拨我很多力量，对吧？葛么我。搿心里向有点，凭良心讲有点豁抽着。那么听众嘛也欢迎我，葛么我自家呢觉着嗓子嘛是唱大，唱得出。葛么留下来是叫一发不可收的。那么搿个一些演出在搿搭么电视台在，那么埃面个电台，那么经常在过好像有到台浪向2-3去。那杨乃武不唱茶子，走到你门前，2只眼睛急出。盯到你那看，那么三把菜呢？就是还会得眼瞪瞪，盯来子杨乃武了啦。妈，眼光把眼光擦擦。虽然搿些辰光不声音，但是眼神里向侪是闲话了海。他们四目相会，没无声不听声去一心声。
昨夜被成卷。狼行水水与飞针，你不为谁非？是否说没罪？一狗儿为与妻是不行，杨乃武是忙啊，等了旁边望亲是亲，一狗儿是亲，谁妹亲了。起手头一头，杨乃武两只手头往三把在手指骨上搭了嘛，往下头一头。一个将先出灯一灯，一个平平在做里生气。中两个人，他比妈妈身上心中情，新娘还手机心神，估计人差日心人，眼内风举目平飞真，此法古树成妙法，昔日已记宫中心。好了是，能够登上上海大学有个舞台演出了，是你每个演员个梦想。是。咁么而来呢，辣辣10年前头，已经得到这个不容易噻。这个是好像2001年大概年初，平台第一趟升大剧院，而且场面来得个大啊，交响乐，是吧？伴奏金陵12车，那么叫我唱只苗肉，那么我最深对上呢，因为我唱女调这个流派呢，好像还是这个倪雪丁先生对传弟子呢。关门弟子传承我的，那么我也夹进了以后嘛，唱这个苗肉呢，这苗肉唱倒写得蛮好，但是我蛮紧张的呀。蛮紧张的。哎，这大人你是不会紧张的。紧张的，因为平台的唱法呢是比较自由的。哎。伴奏呢是跟了难的，而且你调伴奏上是用不着的。对个。还是啦。60几个人大家的跟了呢，你不可能跟难的呀。你是人家的根据谱子，对个，要我跟你的，你都看啥个？你看啥个呀？哦。那么曲调呢是我自家设计的，
自家设计下来呢，就是讲陆海英不里到这个交响乐作曲，金发在，那么里根据我曲调呢，就是讲配交响乐，啊，谱子定下来之，全部要在理解，不懂的，不懂的，搿是蛮吃力的。那么而且呢，排练的辰光比较多，搿日啦，一塌瓜子两遍，只有搿两遍啊？只有搿两遍。哦，搿是真的吃力噻。吃力个，我两边而且在打相打呀，搿不来呀。你要平台愉快的演员。是呀。我们不咋，我们不定杀的。那么你多分我们我出来的，那么我分我们你多出来的，反正搿不弄，搿么也紧张了。哎呀，搿个辰光心里想是真的，我老不错，出场不。那么等到上台前头，那么我到场子里向，我到剧场后台去看看，60-70个人坐下了。搿只舞台是比你整个市场还要大唻。大个。大得不得了个呀，心里慌呀，想装镇定。那么等到旁边听，那么当当钟声响嘛，马拉开来，第一只我听呀，感受一下气氛，适应一下这个台浪向搿种，是吧？搿种气氛啊，搿种音响啊，自家心里有个底。第一只听完没到里向去嘛，自家就拿个自家拿指纹谱子啊，我搿搭眼睛搿搭么半只歌嘛，搿搭么是一只前歌嘛，搿搭么有2只歌嘛，侪眼睛背啊，眼睛记，眼睛记啊，一遍2遍3遍这个唱到我第7只上台，哎，我是上外高头了，放上去音乐全部停止，我是轻点子，噔啊噔啊噔，一只椅子。但是我就觉得蛮清爽些。对个。因为平台个特点出来了，你像交响乐人家60-70只乐器一道来嘛，听众是觉着蛮三个蛮闹蛮个啦。摆起头清爽下来嘛，一句出口下头，哇，满场彩嘛，我心心来来呀。那么搿啥物事总算人家反应蛮好。反应蛮好。那么讲，既有艺术个云皮，就又有心意。城中某个百里台，年年之意人人对。都病痛，回忆在八方相在，他单发手迎在龙吹，他是一路的齐心声。狗屁气势来，好把手机开开。地狱彩台都有门，亲人书房谁得来？却对那义红公子领相来，手手吹着落鸟背，云淡淡，月升归。神
人岁岁一泪。何日掌声听？曹老师，搿从呢进好官好平台，但唱片公司做编辑，实际上50多年，你从不离开平台。是的。搿几种与呢探索的艰辛，还有成功的喜悦，可是讲平台班子呢大半班子。那么现在电视机门前非常关心支持你平台的新来听众呢，还相当想了解你现在退休之后的生活是哪样子的？退休嘛，到大年了，是吧？那么好像还蛮忙，好像事体蛮多，蛮丰富多彩。一个呢，平台离不开，有点啥个平台的活动呢，我还是非常乐于去参加。那么包括要这个，或者要写点啥个平台的资料啊，平台的历史啊，自家晓得个嘛，写眼下来，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得点退休的老同学一道呢，大家一下子嘛出去白相相，聚会聚会，那么回忆当初辰光山海里的辰光，搿点有趣的事体，那么大家觉着蛮有劲的。那么顶要紧呢，自家要保养身体。身心要愉快，身体要健康，争取么多个建议，对吧？那么因为自家生过毛病呢，生过比较大的毛病，所以更加要珍惜。那么当辰光第一家平台支撑辰光有场新作品演唱会，里向有只开篇是书记一个朱学宇先生写的，蛮好的。延年益寿13部。那么讲老年人退休以后呢，有10条么子，你经常不要忘记它。我只开篇有些在电视台里一放呢，有点老听众像问我要唱歌，觉着对养生之道蛮有价值，所以呢，我自家拿照这个浪向做，希望能够多过2年，能够为平台做点什么，再做点事体。一想不，心酸人。名利两事可得清，阅尽生气沧桑事，世人纷纷所以人。三步莫离君，良友知己常得心。都相随，心意深，切莫为那花灰身。文化剧老是落相伴，家呀艺术有知音，听平台上金昆，为呀美不思议龙井身。银行歌唱歌一曲，歌语有比神韵，跌落在其中心曲真。